但18号确诊人数已经突破4000人，民众对疫情相关的疑问愈来愈多。嘛，好台南各防疫专线加一天的进线量已经超过2000通，每一位接线人员无闲假，嘛需要了解上新的防疫政策，相当辛苦。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您还不是确诊者或居隔者，所以也要建议您就是往我们的一些社区医疗院所去做筛检，然后顺便就看诊，因为您有不舒服嘛。您稍等我一下，我帮您确认一下安南区这边建议您一些诊所。安南医院。不好意思。远吗？离您远吗？差不多。好，它安南医院的话是有直接。就是说，您把您的阳性的快筛试剂带过去。另外呢，安中路一段或海淀路一段有一个信安耳鼻喉科，或者是陈玉成耳鼻喉科，哪边近，或者是您直接到安南医院。市长为贴伫研科会注意陪同，嘛转讲到1999卫务中心甲生活关怀办公室，除了为接线人员加油打气、地震熬汤、菊花茶等保养老的物件，嘛希望民众多多体谅，共同防疫。今天特别来看看这个自发中心以及我们一些防疫专线的接听状况，发现民众蛮打得非常非常踊跃，因为中央的政策会一直在与时改变因滚动式的检讨，所以说对于传到地方来很多民众可能还在他的记忆中可能是上一个阶段的这个防疫政策，所以说他就会来质疑。那很多民众对新的防疫政策不够了解了，他也会来询问，因此呢，我们就必须由我们的话务人员很耐心的回答他们。那基本上，民众除了1999跟防疫专线之外，他们也会其中譬如说，他打防疫专线打不通，他会打1999，打1999这个打不通，他会打防疫专线。总之，我们不要让民众待机太久，或是一直都持续打不通。所以我们在量能上，在电话线路上的一直在扩充，那人员的训练上也一直在滚动式的加强。研科会表示，对4月26到5月10号，1999卫务中心进线量已经达到11000通，比进前大幅度增加50%。半数卡来拢是为着咨询疫情甲相关的通报。为了疏解卫务人员的压力，已经搁增加20条生活关怀服务专线，提供民众搁较侪管道来咨询防疫问题。台南新闻顾文吉林跟采访报道。